捌一年时间超过，日头也伫身边，完全是少年时幻灭美酸甲蜜甜。大江的呜，爱下落呜，做伙来呜，音乐才呜，大狗的呜，鹦鹉唱呜，换你来呜，做伙跳舞。伊是日是双水我两千八点。我熟悉，记录是落是你记住咱的老的节目。做伙来，各地各种也是错，搞看让人知。一定食海产，我也想摇滚。我认为做 hiphop 有一个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你爱记住你是对倒位来的。本嘛，你就是爱记住你原本的语言啊，还是原本的故乡啊，还是你的时代啊，爸爸妈妈是安怎甲你教的。哎呀哎呀，我要做，你也要讲，即嘛是真，也要补贴，也要老人的，也要讲嘛无啥物好讲，人生分几啊种，几啊种状况。哎呀哎呀，我要做，你也要讲，即嘛是真，也要补贴，也要老人的。你写册的时阵，甲阿妈讲，甲妈妈讲，大家拢用同款的腔调你讲话嘛，所以你同款的语言啊，你会发觉啊，对啊，是大学了后，人讲，你讲话腔口真重。但是我讲这腔我起码真自然、真美丽，所以讲腔口伫腔内底是阮一款的美丽代表。有啥人知？我目屎吞北来，不敢回去，不是因为无时间。故乡的山。谈一嘴诗，听一段音乐，咱的语言有味。咱的歌有芳开，台语歌有绵烂过日的汗水，啊嘛有厝边头尾这种的人情味，就亲像生活内底满世界充满气味的声音。欢迎收看海味61号。大家好，我是沙艾克，一个做料理一定爱配歌听的总破塞。我最近啊，常常想到我故乡的滋味，公车站边仔的肉圆搭，啊，还有妈妈菜的金龟米粉，拢是我细汉时阵的记忆。我就咧想啊，是不是咱每一个人啊，咱的音乐啊，还是咱的创作，拢是为故乡起头的？今日咧，就来街头细细问大家看卖，你上新闻你故乡的感觉是啥？出发，你是倒位来的？台北来，我是家己人，新竹，你两个是咱交往快1个月而已。啊，你刚有交过牵手的，完全拢无，专心的你，啊，一定一个人偌久啊？上久啊，是不是？专心的你，啊，你感觉新竹甲台北，敢有啥物无共款的所在？台北行路较近，骑车较安全小可。天气差不多。你看开淡薄仔勉强哦。啊，敢有想到啥物故乡好食的物件啊？是？要给肉饭。麦当劳吧。啊，你感觉台北甲高雄，你较介意倒一边啊？高雄吧，很多地方可以逛啊，国二啊。国二。若是讲到紧呢，就一定要先来介绍这位为故乡来的骄傲柯萧。伊的歌啊，有乡的，嘛有温柔的，有都市的吵吵闹闹，嘛有江边咸咸的海味。啊，不过呢，我感觉上重要的是对台语啊，还有在地文化的听惜，一句一句拢是属于故乡的节奏。先来听这条柯萧送给故乡的告别。大汉了，真侪代志无搁这呢单纯。有听你的，同款嘛有讨厌你的。有人帮忙协助，斗相共斗开成。有人袂晓倒单来攻击来批评。高雄搁是高雄，嘛一片土地狗。
我喜欢这个所在，伊是我的厝，是我的家。身躯毋爱车你，但灵魂着印着 K。爱自由的飞，毋过鸟我嘛记得，鸟我收伫地。世界的风咧吹，但是吹我袂叮当。同款徛伫遮，骄傲的双脚踏着地。永远记住阮阿爸甲我讲的话。人会使散车，袂使无志气。高雄的大大细细囡仔是会记得。大必要的球场雷公甲蓝鸟，便当甲加油棒徛在路上举起双手。附近的风景无啥想要讲济，毕竟逐个月我拢爱走去中间。身体无啥好，徛甲好好拢会跋倒。迄阵对这个城市认捌也搁真少，目睭一年，迄阵竟然已经离这远。阿公笑咧讲，较早这片大楼搁是甘蔗园。这是高雄，嘛是打狗，是故乡，是阮家。这是高雄，嘛是打狗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这是高雄，嘛是打狗，是故乡，是阮家。这是高雄，嘛是打狗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大汉了，真侪代志无搁这呢单纯，有听你的，同款嘛有讨厌你的。有人帮忙协助，斗相共斗牵成；有人袂下倒单来攻击来批评。高雄搁是高雄嘛，这片土地敢有改变？楼仔厝甲床敢有相共，我毋知呢。工业甲艺术对一项做较好，你看着大家牺牲的，也是建设的效果。较早我骂，但即马我鼓励。看过太多，了解但莫讲话，拢会影响城市百姓。土地确实有歹，毋过优点嘛足多足多。人无完美，先人拍鼓，大家拢会接纳甲相挺，证明大家拢做伙。高雄的骄傲，毋干那是我尔，所有兄弟姊妹斗阵甲故乡献了命。这是高雄，嘛是打狗，是故乡，是阮家。这是高雄，嘛是打狗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这是高雄，嘛是打狗，是故乡，是阮家。这是高雄，嘛是打狗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好，欢迎咱柯萧来到咱海味61号的现场。啊，嘛是给你恭喜一个啦！你这拄发布你人生应该算第一张全录音室的专辑，是不是？是叫做本土。本土啊，这张专辑是咧讲啥哈？啊，其实就是像伊讲的安尼，本土两字甲拆开是两个部分。啊，本的就是咧讲，我认为做 hiphop 有一个真重要代志，就是你爱记住你是对倒位来的。本嘛，你就是爱记住你原本的语言啊，还是原本的故乡啊，还是你的时代啊，爸爸妈妈是安怎甲你教的。土就较特别啦，土就是因为我较早拄仔咧唱歌的时阵，我就爱走一寡表演，走一寡比赛。啊，这机会拢伫北部，拢伫台北。我来到北部表演唱歌的时阵，定定有一个状况是现场可能30-40个人，只有我一个是对高雄来的。这个时阵呢，真侪人甲我讲一个问题，伊讲柯萧，我甲你建议啦，我甲你当做朋友，当做兄弟，我甲你讲啦，你唱歌表演哦，舞台拢无问题啦，但是你唱甲足爽的。一开始的时阵，我其实听到我着啊歹势，着啊艰苦，就是感觉我感真正遮爽安尼。对。但这个物件我着甲记伫心内。你看我甲真哥讲会出来，佫会记住。只是讲我哪咧做音乐过啊，当一直咧做的时阵，我开始豆发现，这个土吼，这个字无一定是无好的意思，因为这个土是代表你有疼惜你在地的感情，你有疼惜你原本的物件。我原本对高雄来，阮遐文化是安尼，我甲我的朋友拢是安尼交流来往的，所以我袂感觉这是一个真见效的代志。我毋免因为我即摆来到讲台北较大都市，所以我较早住伫高雄县，我即摆来台北市，我着遮拢流行啥，所以我都爱对伊行。啊，无我足见效的，我感觉对人袂对安尼，我袂安尼认为，我是颠倒认为讲，我遐文化嘛是真好的。我的时代甲我栽培嘛是真好的，虽然讲甲恁无相像，但是拢是真好。我因为遮在地的代志感觉骄傲，所以本土的土的意思是安尼，是我对在地爱有疼惜，爱有感情。啊，你草早表演这条告别啦，感觉是一条写予故乡的情歌，敢会当安尼讲的？是啦，因为其实我较早就写过一条歌予高雄，啊，迄条歌，迄阵的歌名就号做高雄。
大家若有兴趣的，使听看觅，就合作高雄。但是迄条歌哦，拢咧骂啦，因为迄阵我真少年，啊，我自细汉就伫高雄大汉嘛，所以我就会看到一寡我感觉高雄的问题啊，譬如讲啊，有诶放炮放甲足大声啦，譬如讲啊，遮路无平啦，譬如讲安怎，我就拢规条拢咧骂就对啊，因为阮较早听真侪 hip hop 嘛是像 Eminem 啊，像啥，这个讲啊，对头到尾错干6条安尼啦，啊，我迄条歌嘛较像安尼，但是大汉了，你就愈来愈看到讲真侪代志。有好有歹，啊有原因，有不得已，所以我就想讲，我要搁来写一条互高雄的歌。较早我写伊歹的所在，这道我要写我对印象中真好的、真水的，我真爱的所在。你较介意的，你较欣赏的。是。哎呀，我要做，你也要讲，即嘛是真，也要补贴，也要老人的，也要讲嘛，无啥物好讲，人生回几来种状况。哎呀，我要做，你也要讲，即嘛是真，也要补贴，也要老人的，也要讲嘛，无啥物好讲，人生回几来种状况。譬如讲隔壁迄个个啊，输甲甲人笑啊，人拢毋知走去倒啊，讲来真正可惜啊，30通花啊，有某有囝。若讲到106，迄是正够有影，会读册欠拍拼，年收破百要啥啦，煞捌着跋筊，唉，无彩啦。搁来看楼顶这位恶善，为囡仔操分规世人，即马因为钱无法度联络，规工洗念，怀疑家己无好，家庭甲期待无相像。较早是安怎，即马煞安怎应该爱认真专家照顾爸母某囝，啊毋过无人听伊讲，因为意见讲拢讲即种。囡仔有囡仔的梦甲理想，伊只好家己对家己讲。哎呀，我要做，你也要讲，即马是真，也要补贴，也要老人的，也要讲嘛，无啥物好讲，人生分几来种状况。哎呀，我要做，你也要讲，即马是真，也要补贴，也要老人的，也要讲嘛，无啥物好讲，人生分几来种状况。对面的水姑娘啊，皮肤是白泡泡又咪咪，若讲偌济人咧追求，毋是几个，是规条Instagram拍开讯息回拢回袂了。但要安怎照顾好家己，一直学袂晓。大学毕业交男朋友，逐项礼物拢大牌子，为着幸福来规划婚礼办甲朋友拢牺牲，要想到28就离婚。伊讲因人变了真多。伊的隔壁即马大囡仔叫阿明古水，找只猪甲伊看册，拍篮球大汉想要卖咖啡，贴板里上好的同学厝内就是开咖啡，听毋管发生啥物代志，因爸拢会来帮伊处理。阿明甲我讲伊若有老爸，无人敢搁欺负伊，我讲无要紧，谁搁白目，阿叔一定互伊再死。哎呀，我要做，你也要讲，即马是真，也要补贴，也要老人的，也要讲嘛，无啥物好讲，人生分几来种状况。哎呀，我要做，你也要讲，即马是真，也要补贴，也要老人的，也要讲嘛，无啥物好讲，人生分几来种状况。咱拄则表演的这条隔壁哥啊走路啊，这是因较笑亏，这是真正发生过的代志是无？隔壁哥啊走路啊，其实是我过来的朋友的故事，我甲因拢写做同一块歌，我嘛了有改啦，因为虽然讲人拢讲 rapper 敢若吼足歹斗阵。但我嘛是真爱我的朋友，我无希望我的朋友感觉讲啊，可小可写一块歌咧甲我亏，因为我毋是迄个意思。啊，无你人甲人的故事写出来啊。迄你拢毋知影是啥物人，因为我斗做伙啊。这条歌吼，就是我咧写讲，其实咱生活有真侪无共的状况，啊有时阵好，有时阵歹，啊这个状况拄着的时阵，人加减拢会失志啊。
人加减拢会感觉讲啊，哪会遮衰啊，拄着这，还是讲啊，我真要安怎？像我内底有写讲啊，我进也无步嘛，啊退也无路嘛，这是咱单位俗语嘛，迄时段定定咧讲嘛。啊，我即马都撞着这项代志，我进也无步，啊退也无路，我都唔知要安怎。啊，我即条歌用较轻松的态度来写，就是我认为讲，咱拄着这个艰苦的状况的时阵，咱颠倒爱放互较轻松。所以听起来，你的歌啊，这张专辑啊，这侪故事都是为你的生活来的，是无？是啊，因为我感觉本土嘛，伊就是你爱写你的代志，你爱写这片土地的代志，你爱写你的想法、你的价值观，啊无你就是一直咧模仿，你一直咧抄国外的物件。外国人咧做代志。对啊，总是你的 hiphop， 你应该做你本土的 hiphop。啊，故事是为生活来，啊，这寡大意思呢，你是为倒捡来？你是自细汉就是有咧读这种吗？其实我自细汉会晓讲台湾话，但是应该安尼讲啦，我自细汉咧讲台湾话哦，一直互学了。因安怎给你学咯？讲甲真认真。讲细汉时讲弟弟啊，你台语讲甲真好哦。大汉讲哦，你这少年台湾话这认真，一直互学了。我嘛一直感觉讲哦，我真正足够讲台湾话。等到是我开始写歌的时候，我明白着讲无影咧，无影。因为平常咱咧开讲咧交通吼，完全无问题。因为见讲迄几句啊，啊你好，较早食饱未等，要你堆啊有闲入来阮兜坐一下。见讲这句差不多迄20句啦。对啊，有个人你一个月甲讲，大概见面就讲安尼，大概见面就讲安尼，啊头家这安怎卖，啊好，安200免走，啊拢讲这几句。我甲我妈妈平常时嘛是啊食饱未，暗顿食啥，啊我要去困啊，好，我明仔载出门洗你哦。对，差不多快你就行了啊。但是咧写歌词、咧写故事的时候，你就拄着一个困难。咱用华语咧写的时阵吼，一个词吼，我要找介讲意思的词，来有骨来的。因为咱较早读册的时阵，迄个系统甲咱教嘛，这是做同义词，这也反义词。啊，但是台语咱无学过这个物件，所以好，我即摆一个词无压着阮，也是讲这个词，我感觉啊你讲无水啊，我毋知要安怎换，我爱去查，我爱去问，我爱去现字典，所以我就开始去找时代来请教，因为我想要讲，伊是我在地的台湾话，因为大家所在讲的佫无共。介所在，你譬如讲，平湖甲高雄讲的无啥共，啊，你若海线的甲咱佫无啥共，啊，若甲北部、南部腔嘛拢无啥共，所以我就开始去请教阮爸爸，啊，请教阮阿公阿嬷，啊，像阮爸即马甲我有一个足好耍的迄个，要怎讲呢？就是阮逐工拢会做的代志。有的时段吼，伊逐工都会传一张当做早安图来，有无用赖嘛？传过来嘛。阮爸甲我毋是。阮爸逐工吼，就传一个嘛是图，但是迄个图是一个台语的词，啊，即个词要安怎讲，啊来啊下口拼音，伊就传互我，啊有时阵会袂记啦，啊就隔工传2张。那你讲下恁兜嘛是较文的，恁爸爸妈妈拢是有读过这台语的文学。无因无读过文学，总是这是因囡仔时就讲的话，啊我感觉互相啦，就是因哪会晓哈？我感觉是有时阵哦时代，伊其实伊的记忆。有即个物件，但是足久无讲，伊可能20担无讲，伊袂记啊。像我讲，像我讲爸，我迄工咧现字典现着一个词啊，啊恁较早敢会安尼讲？你想，哦，敢若有哦，敢若有哦，阮较早是啥物状况的时阵，啥物情形的时阵会讲即个词，啊怎啊斗起来，啊变做阮即马就咧互相咧问来问去，有时阵像我咧帮人写歌词啊，帮剧团啊，是帮艺人啊写歌词，我爸啊你看我写即个。俗语安尼咁对，我你检查一下。对，啊，我还有一个老人茶会。老人什么？老人茶会。老人茶会，这一般人就无这个遮好的机会。这个茶会是咧创啥哈？泡茶、开讲。因为我阿公阿妈伊共80外岁啊，啊因吼，若礼拜去教会嘛，礼拜结束吼，因为一群好朋友都爱来泡茶。啊泡茶吼，我都要对咧去甲泡茶。现场除了我以外，加起。大家人哦，拢70岁以上，所以这个单位是上在地啦。你拢咧讲啥哈？啥都讲啊，啥了袂讲啊，嘿，啥都讲。有时阵我搁学着一个新的物件，我可以甲讲，伊搁讲哦，你遮厉害，这我可能我10岁时阵有讲过，但是搬来高雄了，已经足久无讲过。你知影伫今日这个访问以前啊，我常常听到人安怎讲你知无？嘿，人常常讲柯萧是一个足在地啦。
还有注意故乡啊，还有文化来付出的啦。好佳仔毋是歹话啦。拢是好话哦，拢是好话哦，拢是咧甲你鼓励哦。啊，我想要问讲，你即马嘛一直坚持伫故乡有一个办一个比赛嘛？是。咱介绍一个是咧比啥？其实伊就是一个 rap battle 比赛啦，啊，伊也做唇枪舌剑嘛，就是摕即个华语的即个俗语来号名。啊，是安怎办即个 rap battle？是因为我较早就是因为参加 rap battle，互大家看到。我若无即种比赛，我也无北区啊！啊，我爸我母嘛毋是做音乐的，我根本就唔知影我要去对找机会，会使行即条音乐的路，就是因为有即个比赛。啊，总是即个比赛伫台湾无算是死行的文化，真侪人无都接受伊，感觉讲啊，你安尼错干辣椒啊，啊你咧共亏啊，安尼算新呐。对。较行啊来才会知影。真正你爱对 hiphop 有兴趣，你才会去了解。这张专辑了后呢，你未来敢有啥物新的想要做的代志，还是有无共款的计划，还是先睇一个，这张做较才忝着。其实这张专辑，佮有真侪物件，佮咧拍拼啊，譬如讲 MV 啊，譬如讲宣传啊，我嘛有真侪其他的工课佮做，譬如讲我会帮工写歌词啊，还是啥，因为你总是爱趁钱，倒来做家己的作品嘛。对，但做你的理想，我真正就希望讲我会使做会到是，我会使一直写歌、念歌，甲讲我想要讲的话，我会使真自由做这个代志，因为我囡仔时，我少年时阵，就是因为我足希望我会使得到这个自由，我会使囡仔要写歌，我唔免去上班，我就伫遮认真写歌，我就伫遮认真讲我想要讲的话，啊，我出来唱互大家听，还是像安尼开讲，我分享互大家听。我希望我会使一世人拢做这个代志，一直做到可能我身体已经无法度支持我去做了，我拢会使来做这个真自由的写歌讲话。哇，真正是少年人才有的热情呢。我即马一定无法度讲出来，才最有理想的感觉。我先记一个，我先即看卖看咱这能定出来无？今日感谢柯萧来到咱海味61号安尼轻松开讲啊，啊嘛了解一寡台语的 rap。背后一寡，我感觉足趣味的底下甲故事安尼，安尼上尾呢，咱来做伙欣赏这条，干哪？敢讲是我讲到太多，你听甲野先，一切已经袂赴。就算我还袂做好分开的准备，规身躯的酒味，分数少的球队，毋免做做后半局的伤病。我无选择的权利，将爱拢写做专辑。你我的感情，别人是拢走去，抓无斗阵的原理。我是寒人，你是热天，我是画面，你是声音唱，捌你想着情批，敢若头中头甲轻花，敢若有关联但无关系。寂寞的我才将感情寄托伫转地，敢若天啊地啊海啊拢在甲我讲话，敢若你啊我爱啊世界搁是咱的，时间一分一秒在过，无可能讲等的，一切的改变是注定也是咱选的。天啊地啊海啊拢在甲我讲话，你啊我爱啊世界搁是咱的，一分一秒在过，无可能讲等的，一切的改变是注定也是咱选的。若是无你的话，我应该缺对，满腹委屈要透，开嘴煞讲无话，为着思念的背，不甘愿想要骂，骂到底是安怎心爱的你，最后会这么绝情，将音乐暂停，你有影是真向要我安怎宽容，面对你的放散，当你行向倒手边，我选择正愿。不愿像做唔对的人寰的等待判决，莫问敢会艰苦，莫问我的看法，敢若即马分开是上好的答案。真正朋友的关心，用我写出，将悲伤拢写出来。问家己个性，哪会这古怪？破碎的爱，敢若愈来愈稀微。像我孤身看海洋，看草埔，看星星，看最茫茫的家己当时的精神。天啊地啊海啊，拢在甲我讲话，你啊我爱啊，世界搁是咱的，一分一秒在过，无可能讲等的，一切的改变是注定，也是咱选的。天啊地啊海啊，拢在甲我讲话，你啊我爱啊，世界搁是咱的，一分一秒在过，无可能讲等的，一切的改变是注定，也是咱选的。
啊，还有一组乐团呢，因的歌迷甲因化作是台中的骄傲，因高高的台中腔呢，唱出咱台中人的浪漫。为着梦想打拼，为着卖互厝内底的人烦恼，唱出这种人情世事。先来听陈阮转来第一条歌，有啥人知？有啥人知？我目屎吞北来，不敢回去，不是因为无时间。故乡的山，才替我照顾。我的时代，搁有爱你啊，拜托你啊。伫这条长长的路，伊敢有通对台中的彼支山？听着这首慢慢的歌，伊敢有安慰着路边寂寞的背影？我的爸爸欢呼着我。心事就爱讲予伊听，当着做爱，难免无奈。但是啊，有啥人知？我目屎吞北来，不敢回去，不是因为无时间。故乡的山，才替我照顾。但是今麦，有啥人知？我目屎吞北来，不敢回去，不是因为无时间。故乡的山，才替我照顾。我的时代，搁有爱你啊，心爱。心爱的你。有啥人知？望你了解。来，今日欢迎咱台中的朋友，今日是第一摆嘛，对，来到咱海味61号的现场，欢迎台中来的陈阮转来，先甲观众朋友拍一个招呼。
啊，一开始咧，要先来借问一下吼，你的团名叫做单问转来，啊，你是走去倒位啊？你是要对倒位转来哈？其实我感觉转来这个词，伊无一定是代表讲转去一个明确的所在，伊是代表讲转去心内一个安稳的状况安尼。安稳的状况是毋是？就亲像讲，人的一生亲像你放风吹，风吹哪飞哪悬，若飞了伤悬，你会看无涂骹的物件。这时阵，当时就要小丢者，个丢较转来安尼。啊，伊是选民平常时拢是飞去倒位哈，飞较伤好。飞去因家族。我即摆做爸爸，无会讲。我讲出来对。太快对安尼。啊，咱拢知影你是台中著名个团，你嘛有足高的足在地台中腔安尼。你敢知影歌迷会叫恁啥？台中的骄傲这件代志。哇，听了真爽。系啊，伊当初哪会甲恁好？几年前伫迄个 COVID-19 伫咧发展的时阵，阮去比赛，啊，迄个比赛当中呢，阮为200多组的教团内底得到第2名，真厉害哦，恭喜呢！好啦，幸运。嘿，所以恁的观众朋友就感觉啊，这是咱台中的骄傲啦，安尼，这组台中来的。对。其实我嘛台中人呢。真的吗？啊，恁感觉唱歌的时阵，迄种台中腔感足特别的。但是我一直到大汉了，才知影讲我家己讲话有台中腔。你细汉时阵，甲阿妈讲，甲妈妈讲。大家拢用同款的腔调你讲话嘛，所以你袂发觉啊，对啊。是大学了后，人讲，你讲话腔口真重。但是我讲这腔我起码真自然、真美丽，所以我讲腔口伫音乐内底是阮一款的美丽代表。你敢会记得有啥物较特别的台中腔哈？因为亲像你拄则讲的，我嘛唔知影我有啥物台中腔啊。而且台中佫有山的腔，甲海线的腔佫无共。敢有啥物你佫会记得是台中较有的？大概讲。咱讲话买字的合作伙，食饱笑，要去搭笑笑死哦，变做笑安尼。阮兜哪像无安尼？无吗？海线无共，差遮多个。我是食饱无，食饱无，食饱未？我是遮多学音呢，阮遐。我操作头一条歌有啥人唔知？我感觉真正有够好听的。谢谢啦。感觉你有唱出迄种属于查甫人的心声。无问题。啊，这条歌伊的故事是咧写啥哈？伊的歌词啊，还是你当初啥时写出来？这条歌我家己发生的状况，就是讲有一当的过年，我唔敢转去。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因为转去的时阵，厝边头尾啊，亲戚朋友会问讲啊，学明你今晚你创啥？哦，这我知啊。你赚偌济啊？你讲过年的时阵上痛苦，什么时阵要买厝，什么时阵要结婚，一当赚偌济安尼。所以我这条歌写讲，有些人知我目屎吞北来嘛。哎呀，是唔敢转去，唔是因为无时间，我时间真济啊，我是唔敢转去。不然我嘛是无时间。有当时啊，不管是厝内底还是亲戚朋友迄种关心，其实就是压力会遮大的。对，无唔对。所以这条歌就咧写这款的故事。无唔对，这款心声安尼。查甫人的烦恼真趣味啊，定定想空想芳，想要好呀。但是我的痛苦无人知影，流目屎是两只，笑嫌阮无心肝。但是你的出现，予我相信人生也有机会。冷暖口角的我，野草嘛会开花。
大曲角的歌，野草嘛会开花。像你这款温柔的查囡仔，我着赶紧放，惊你去对别人。人生的路长长，安怎行才袂变卦？有你的陪伴，我一定会好好打拼。曹卓表演的这条，像你这款的温柔的查某囡仔，我感觉听起来，佫是，若像第一条咧，淡薄仔悲伤，这个佫是恁标准迄种苦情歌哈。对，我刚你讲到，你听得出来。有咧用心听，那会拢遮悲伤哈。我感觉以我年岁来讲，30多岁嘛，咱台湾大汉的查甫人，有真侪代志是你无法度直接说出的物件，爱情啊、事业啊、家庭啊，压力就大诶。对。所以讲，那你歹势讲，你无好讲，我就用写歌的方式来讲出来。啊，毋过这条歌是讲查某囡仔的，啊，毋是咧讲查甫人啊。这是我家己故事啦。我细汉时阵歹囡仔弄动嘛。啊，你有伫社会走跳过是毋是？我即摆做爸爸袂使讲。是有偌侪物件袂当讲诶。啊，我碰到一个真温顺、真温柔的太太，伊改变我真侪。这是歌词的意义嘛。但是伊的背后，我感觉讲，大家是听讲。咱的过程当中，你会碰到，无一定是太太，无一定是翁婿，可能是你的朋友，啊，你的家人等等，有一个温柔的存在。这款代志是一件真无简单、真幸运的代志，所以咱爱去珍惜，爱去家己反省反思安尼。啊，来问大家吼，恁会安怎去形容讲恁这个等阮转来的音乐是生到什么形？哦，那对我来讲，等阮转来是一阵爱做梦，但是无用好做梦的人。佫讲到爸爸的部分。对，无用。嘿，啊，恁呢？你安怎感觉？啊，对我来讲，当代的歌是足真心的情感的感情，对，就是会当透为阮的歌内底听到阮想要表达的一切。哦，真正是安尼呢，恁的歌名应该定定听到口才吧？对。其他两位呢？我台语无好，台语无好，真简单。你感觉呢？我感觉赞，好听。赞较好听，我嘛是安尼感觉吼。啊，恁这寡歌词啊，这寡台语字啊，应该才到台。啊，你平常时是安怎去准备去感受这寡字的？哦，我咧写歌的时阵，我会先听真侪即马流行的台语歌曲。我感觉无共个时代，伊流行的歌词、伊的题目，甲伊的唱法都无共。啊，除了听歌了后，我嘛是去看台语的现代诗，尤其是一个老师叫王敬莲。台语诗哦。对，这搞对哦。去训练我写字的口感的语感，不是口感歹势，不是讲语感对。你是一个遮骨力的人，你怎么还有咧读册？做爸爸真辛苦啊！辛苦到爱读册，平常时我摕册看，我马上就想要困去啊！我唔知影，原来你是这种遮汉语派的音乐人安尼。啊，恁平常时练团啊、表演的时阵，敢有啥物较惯势的做的代志？我感觉阮四个人较大白的所在是讲，林梦上写歌的时阵，我若写一个题目，因会马上 get 到我要讲的物件。你是唔敢讲还是？可能嘛是唔敢讲啊，可能我口袋有第三物件。你安尼那甲咱台中的印象拍歹去。所以因会马上反应过来，讲哦，随便可能要唱什么部分，什么部分，要为什么款的歌路去行安尼。所以讲这是当阮来一个较特别的所在。但是生活上，还是我讲一下，因为阮两个是爸爸，我甲总是爸爸，另外两个唔是爸爸，所以生活上我感觉阮的步调无啥共款安尼。你是安怎？你等下4点就要等去接囡仔是毋是？对，4点接囡仔，8点爱困。啊，恁应该8点才拄起床吧？昨暗拍电动。差不多。啊，恁曹操讲到恁即摆已经成军10档啊嘛？对。安尼成军一路行落来，敢有拄到啥物较难忘的代志？还是讲
歌迷有做过什么代志，你到即摆搁记牢牢的？我会记得有一届在表演的时阵，有看到一个歌迷，听阮的歌听到哭甲安尼，是查甫囡仔还是查某囡仔？查甫囡仔，查甫查甫因为因的歌词拢写在查甫人的心肝底安尼。我看伊安尼哭甲足感动了，我嘛足感动。啊，你有在哭无？我擦一点啊！感动大唔叫伊啊，你哭无要大。你是较冷静的迄种所以我家己就是维持伫一个。啊，经历遐，经历遐，袂使，我袂使哭出来。恁来，啊，恁现场表演，恁的观众朋友拢是查甫囡仔还是查某较济啊？讲到这吼，你看其他个团咧表演的时阵，大家拢是查某囡仔咧记啊。你听起来细准啊，听起来淡薄仔新鲜哦。我歹使讲啊，但是小可啦，但是阮等来唱了了，下空查某囡仔的声。全民等我等来，那觉得做兵。对。来到咱节目的尾声啊，上尾一条歌，我甲一切拢互你啊！啊，这条歌是咧讲啥？这首歌曲我感觉是，我嘛是我家己故事。我讲人的一生就是一直咧等待要出发，等待要转来，等待开始，等待结束，等待囡仔大汉，等待事业成功安尼。但是这等待过程当中，迄当下的状况，我感觉伊真需要去记录落来。所以我写这首歌要去代表讲，其实时间在行，但是当下迄个感情、迄个问题、迄个环境是真重要的。讲到等待，恁刷来嘛，迄先恭喜哦！刷，你嘛咧准备恁的专场嘛？感谢时间的边界是毋是？对，无毋对。啊，这个专场敢有啥物特别会当互咱期待一个所在？哦，有哦，这届专场除了台湾灯来了后，以外，嘛是有邀请到3组不同款的艺人来到来表演安尼。还有就是甲朋友做伙耍。对，一个是杨树浩，伊是一个真牛的台语的创作人，还是创作人。过来就是台中的步行者团，还有台南的铁骑乐团。所以这4组艺人代表着无同款的时间的边界，迄个环境、迄个氛围安尼。大家无共款的等待安尼，而且安尼听起来，感觉唔那是专场尔呢，感觉敢若一场音乐节啦，佮请足侪朋友来表演安尼。阮尽量，大家当期待一下啊！今日就赢的中胜有赢安尼，唔是有赢啦，你有赢啦。会当好好，大家辛苦啊！会当好好是在咱台中的骄傲，等阮转来，啊，上尾就来做伙听这条，我甲一切拢互你。好，无问题。讲出个三个字，房间搭着一张青粉的旧相片，你笑热的身体，你的美，你的话，怎样会当放袂记？你讲无在身边，无法坚持，到即摆也袂喘气。我甲一切拢予你啊，无怪我。放袂你。
今日呢，咱实在着两组拢是故乡培养出来的声，可笑甲台湾转来，一个用南部人的热情，一个用中部人的重感情，拢伫咧用音乐，甲故乡的气味啊，佮有文化合作伙。因的歌呢，都亲像旧厝的巷仔口，迄间自细汉食到大汉的面摊，逐喙拢是互你思念的好滋味。我是沙爱克，海味61号，咱后摆再会，拜拜。